我做了个梦。你不远万里、千里迢迢过来告诉我，你做了一个梦。我是说，如果60岁的时候，我还单身，你也单身，或者说你已经离婚了，我们结婚吧。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啊！你不是不穿情侣衫的吗？哟，这谁家呀？我家。谁交房租就行了，别整这些没用的社交。对不起，我那个公司也快迟到了。就是这个厨房你不用动啊，我会把它弄好的。千万别动啊！造了什么孽？你们说啊，我们这栋楼是不是风水有问题啊？是啊。前几天是流星。我好像忽然意识到，从我妈去世那天到现在，我并没有流过眼泪。我没流过眼泪，并不代表没有哭过。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妈的原话。当年姥姥去世的时候，她就没有流过眼泪。我不知道她是真的坚强还是怎样，只是觉得她好像对所有坏消息和突如其来的噩耗都有心理准备。有时候我觉得她这个性格特质是遗传到了我身上。榴莲，谁啊？楼下李奶奶说人走了好几天了才被发现。你说人一辈子没结过婚，啊，走的时候连个送终人都没有。她还总冲我笑呢，我以为她过得挺好。人没了，家里的狗啊饿得皮包骨头。要不是这几天狗叫声不对啊，没有人往那上面去想啊。哎，要这么说的话，说不定走在刘姐前头了呢。也好，正好有个伴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不用安慰我。咱们公司是营销界的黄埔军校，遇上我是你们的荣幸。我不仅要给你们发工资，还得给你们免费上课。这样的领导，人生遇不到第二个。你们就是我财富自由的绊脚石。周末加班，天经地义。对不起，副总，那个今天周末，所以我有点事儿，能不能不算迟到？咱们这只有周期，没有周末啊。副总，这么琐碎的事情，怎么可以打扰副总呢？那我打扰你一下行不行啊？就是我今天迟到，可不可以不扣工资啊？不行。非常感谢施同学给我们分享的《活到天年》。我希望大家呀，至少也要活到99，越活越年轻。谢谢大家。越活越年轻，早死早超生。今天呢，还有新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西洋读书会，看看年轻的血液会给我们注入怎样的新思想。掌声欢迎刘烈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榴莲。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，我相信读完这本书之后，在座的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一定会更加了解自己的内心，一定会开始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这本书呢，就是《约会心理学》。
我们都一把年纪了，约什么会呀？会些。爱他人呢，就要先爱自己。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，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也是需要你去多关注。怎么了？不很正常的事情吗？说实话。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也需要被呼吁的好吗？什么年代了，还怕这个？退出群聊，我自己会走。粗鲁，一帮食古不化的老东西，都什么年代了还歧视单身？单身不知道多快乐，哼！请问阿姨怎么称呼啊？没礼貌，请叫我林小姐。所有女同事，跟我进来。我呢，2人已经做惯了，也不差这么一回。无论是我们公司设备的维护角度，还是我个人洁癖的角度，我都已经容忍不了了。昨天，女洗手间的马桶又堵了，你们猜，偷取师傅跟我说是被什么堵的吗？卫生巾。太恶心了吧！谁呀，这么没素质？之前以为洗主任纸巾才堵的。是啊，我这怀孕了，也好久都没用卫生巾了。我不会把卫生巾扔进马桶的。没有说是你，但是我必须很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下，卫生巾使用方法和正确的丢弃方式。用完卫生巾之后，卷起来，把这个包住，然后粘住，扔进垃圾桶里。听懂了吗？我只有棉条。跳舞吧。没关系，跳舞最开心，不跳大家不跳很开心。没眼光。俗，根本就不适合你，就喜欢大长腿，有什么用？嗨，都说强扭的瓜不甜，不扭一下怎么知道呢？我来这里跳舞呀，就是为了自己开心，别人怎么想我才不在意呢。倒是你啊，为什么整天跟老年大学那帮古董混在一起？你不知道土会传染吗？我妈以前在这儿工作，我就想去了解一下。怎么啦？跟妈妈闹矛盾了？
你知道我妈咽气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她骂我一辈子不结婚，是个不孝顺的假女儿。我告诉你，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啊，是人类还没有攻克的难题，大家都困扰就不困扰了。说到底啊，人生除了自己，都是配角。今天早上，我们楼下的那个奶奶去世了。你没个儿女，去世好几天才被发现。所以萧伯纳说的多好，该结婚就结婚，该单身就去单身，反正最后都是会后悔的。人生啊，就是难以预料。你说呀，结婚生子就能保证不孤独终老吗？不一定。所以呀，计划这个计划那个，倒不如把自己活开心了。人生最重要就是开心，是不是？我妈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些话？这种话只能从我这种过客嘴里听到。妈妈都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意外。我就是我妈意外。哎，你戒指戴中指啊？前男友送的，好看。前男友，小姑娘，干嘛被一个戒指套牢呀？旧的不去，新的怎么会来？倒翻篇了。哎，不跳啊这歌？跳得好的都是上场跳10分钟就下来休息了，好戏都是慢慢上演的。人生苦短，最重要不留遗憾，要知道自己要什么，知道吗？踩着我的脚了，你看。哎，还有啊，到时候把你那本书借我看，行吗？